讲王林做欢乐哩，讲哇很好。我有呢，哦对啊，你是我先生吼，你做客气的安怎？哇，这恁人结婚40天啊啦，伊袂记伊玩当然像陌生人安尼啊，带等于派出所的时阵，规家伙啊哭甲，佮安慰伊囝儿是谁？讲啊免哭啊，我伫遮啊，安怎啊？行咱来转，颠倒是伊上认真去安慰其他的。中年造上奶，plus。了解啊，迄难度若无够吼，我拢会发挥失常。啥物啊？你讲爱徛伫这品过来哦。哎，你今日咱卖洗衣裤啊？我头壳会讲。冷门的议题，小众市场的语言，乐利亚剧团选择的是一条无好行的路。台湾土地、历史故事、社会议题，透过费心设计的各种卡司，竟然有法度连细汉囡仔拢看甲目睭唔甘呢。12月初5、拜5暗时10点，做伙来了解勇敢挑战无可能的乐利亚剧团。一条搁一条的公民新闻，然后台湾2年前亏，无论你已经食到7、8、10岁，也是拄啊出社会。恁甲手机仔摕出来，记录身躯边的趣味代。跟阮拍拍照，带你行透透。你的故事，阮来发声。礼拜日中昼12点，公民咱的新闻，一起来看。新闻看南方，咱对南方出发，用台语关心地方的公共议题。饮茶会话通谈单元，南国真正味新闻专题。看新闻学台语，就看新闻台语词。用热情的心邀请大家，每礼拜六中昼12点，新闻看南方。这里啊签除了这个名，佮有啥物讲法啦？冇人讲蕉来啊糖，蕉来啊高，这是蕉来啊柑仔蜜，这毋是柑仔蜜啦，哦，毋是柑仔蜜，酸咸甜，酸咸甜，咸酸甜啦，咸酸甜，会使吼？真特别，真特别，这就是创新啊！创新。高糖的时阵，上主要就是爱大力的铺糖，食起来较会饱，较会脆。哎呦，头家一定拢咧讲啥？我拢讲台来话。你敢知影台湾有倒一作家？伊的作品温暖，佮带有陪伴性。中华古早只有半线，啊，东边一个八卦山。所以你若读我的诗，若了解到我的诗，就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剑道就是读对手的心嘛，文学就是读者的心嘛。我也觉得住伫咧美国附近啊，上歹的物件，拢是身体快乐。甲海有一个对话。我文学的养分就是对海有来。我要知影我出生的所在，啊，甲家己的写作、甲家己的生活价值是甲做的。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以来，文学界是用打压啊，袂使伫你的作品内底出现台湾这种。林烟的文学出版，拢是和感情文化有关系啊。这个是写我的生命的根本啊！带来咱做伙文学跳慢步。较早我生团较侪欢喜，较侪就是大家做伙拍拼的感觉。啊，即马是会使较写家己的生活。这就让我呢，不管这世界发生什么代志，我会把我心内的话，拢要唱互你听。漏水若是无管委会的时阵，对无？若是安尼的时阵呢，咱厝边啊，家己讲好好。吼，譬如讲，咱唔知影这是啥物嘛，我会使找我的师傅啊，你会使找你的师傅啊，咱大家来遮看，吼，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可能是同款的问题，啊，就安讲好，好啊处理。啊，若是真的讲袂落，啊，就去看伊啦。
公园到邓来啦！伊即嘛是长春魔人，有一届，嘿，规碗汤头倒入黔内底。你什么反应？没关系，爷爷再换一台。啊，时间了，哎，起来，三千嘛！你看，你这游戏常常伤害一个囡仔的心，做了足残忍的事情。是什么动力会使让一个团队做伙坚持20天？拍摄少年坚持20天的台语摇滚群，大声唱出家己的心声。用音乐掀开这代人的心声。12月12日拜五暗时10点，对文化小办看，到店来看拍摄少年安怎用台语唱出正港的台湾摇滚力量。白河赛阵是咱北港体育堂第3代总教练，伫咱的民国42年的时阵创立的咱的白河赛。因为奉祀咱白河的神师，所以咱就有2只白河安尼。刚的甲母的骹步敢有啥物无共款？因两个其实共款，做老杯。啊，你是讲？抬起来，压起来，压起来。你能看我？来，这无5分钟，就安尼过去啊。嘿，对。5分钟拢在做。单广告。单广告。头家一定拢在讲啥？我拢来回。 5、4、3、2。我从影已经69年了，我唔捌参加影展，因为最重要的是观众爱看。我都不爱做戏，做了就全都连条来。精忠报国为人本，日之灭产。啊，无伴唱歌，就配合我就太高兴。人物不能讲，道人一成功。 因啊，我的故乡同在，大声来吟唱。插花、刻花这个物件，跟人生的铁理是同款的。老的雨对通去周转这圆满的这铁理才对。无形文化的产业，你若讲这自然要甲传承下去哦，真正会长去啊。 10月13开始，礼拜暗时6点，同齐来听老师傅讲故事。原创音乐大奖摕到头奖，第一名。好好，拍摕摕到第一名头奖，好。第1场的时阵，你是介意音乐，你就通做；但是第2场的时阵，你该有一个决心，讲我要去做一件代志。 冷门的议题，小众市场的语言，乐利亚剧团选择的是一条无好行的路。台湾土地、历史故事、社会议题，透过费心设计的各种卡司，竟然有法度连细汉囡仔拢看甲目睭唔甘呢。12月5拜五暗时10点，做伙来了解勇敢挑战无可能的乐利亚剧团。 一条搁一条的公民新闻。然后台湾2年前会。无论你已经食到70、80岁，也是拄啊出社会。应甲手机仔摕出来，记录身躯边的趣味代。跟阮拍拍照，带你行透透。你的故事，阮来发声。礼拜日中昼12点，公民咱的新闻，一定爱看。 新闻看南方，
咱对南方出发，用台语关心地方的公共议题。饮茶会话通谈单元，南国真正味新闻专题。看新闻学台语，就看新闻台语词。用热情的心邀请大家，每礼拜六中到12点，新闻看南方。这里啊签，除了这个名，佮有啥物讲法啦？冇人讲蕉来啊糖，蕉来啊糕，这是蕉来啊柑仔蜜。这毋是柑仔蜜啦，哦，毋是柑仔蜜，酸咸甜，酸咸甜，咸酸甜啦。咸酸甜，会使吼？真特别。真特别，这就是创新啊！创新。高糖的时阵，上主要就是爱大力的铺汤，食起来较会饱，较会脆。哎呦！头家一定拢咧讲啥？你敢知影台湾有倒一作家？伊的作品温暖搁带有陪伴性。中华古早只有半线，东边一个北挂山，所以你若读我的诗，若了解到我的诗，就是来自于这片土地。剑道就是读对手的心嘛，文学就是读读者的心嘛。我也觉得住伫咧美溪附近啊，上歹的物件，拢是身体的。甲海有一个对话，我文学的养分就是对海有来。我要知影我出生的所在，甲家己的写作，甲家己的生活价值是甲做的。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以来，文学界是用打压啊，袂使伫你的作品内底出现台湾这种。林烟的文学出版，拢是和感情文化有关系啊。这个是写我的生命的根本啊！第日咱做伙文学跳慢步。较早我生团较侪欢喜，较侪就是大家做伙拍拼的感觉。即马是会使较写家己的生活。这就让我呢，不管这世界发生什么代志，我会把我心内的话，拢要唱互你听。漏水若是无管委会的时阵，对无？若是安尼的时阵呢，咱厝边啊，家己讲好好。吼，譬如讲，咱唔知影这是啥物嘛，我会使找我的师傅啊，你会使找你的师傅啊，咱大家来遮看。吼，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可能是同款的问题，啊，就安讲好，好啊处理。啊，若是真的讲袂落，啊，就去看伊啊。公园斗阵来啦！伊即嘛是青春魔人，有一届，嘿，规碗汤头倒入琴内底。没关系，爷爷再换一台。啊，时间了，哎，进来，三千嘛！你看，你这游戏常常伤害一个囡仔的心，做了足残忍的。是什么动力会使让一个团队做伙坚持20天？拍摄少年坚持20天的台语摇滚群，大声唱出家己的心声。用音乐掀开这代人的心声。12月12日拜五暗时10点，对文化小办法到店来看拍摄少年安怎用台语唱出正港的台湾摇滚力量。白河赛阵是咱北港体育堂第3代总教练，伫咱的民国40年的时阵创立的咱的白河赛。因为奉祀咱白河的选手，所以咱就有2只白河安尼。刚个甲母的骹步敢有啥物无共款？因两个其实共款，做老杯。啊，你是讲？抬起来，压起来，压起来。你能看我？来，这无5分钟，就安尼过去啊。嘿，对。5分钟拢咧做。单讲个。头家一定拢咧讲啥？ 5、4、3、2。我从影已经69年了，我唔捌参加影展，因为最重要的是观众爱看。我都不爱做戏，做了咧全都黏条来。心中报国为根本，日子别差。啊，无伴，唱歌，就配合我就太高兴。人物不能讲，到老一成功。因那我的故乡同在，
大声来吟。插花、刻花这个物件，跟人生的铁理是同款的吼。老有咧遇对，通去周转这圆满的这铁理才对。无形文化的产业，你若讲这自然要甲传承下去吼，真正会长去。10月13开始，礼拜暗时6点，同齐来听老师傅讲故事。原创音乐大奖摕到头奖，第一名，好，歹摕，摕到第一名头奖，好。各位亲爱的长官、各位贵宾，咱南部新闻直播启动典礼特别开始，邀请咱所有贵宾好朋友会当赶紧来就座，多谢。讲一个人，王林人做很乐理，讲我很好。我有呢，哦，对啊，你是我先生哈，你做客气的安怎？哇，这恁人结婚40天啊啦。伊袂记伊当然像陌生人安尼啊，带等去派出所的时阵，规家伙啊哭甲，佮安慰伊囝儿是谁？讲啊免哭啊，我伫遮啊，我安怎啊？行，咱来转，颠倒是伊上认真去安慰其他人。公年造正奶啦！了解啊晒，迄人工若无够吼，我拢会发挥失常。啥物啊？你讲爱徛伫这边过来哦。哎，你今日咱卖洗衣裤啊，我头壳会讲。南部新闻直播启动典礼正式开始。哎呦，小 boy， 你平安，我是柯少，真欢喜，大家做伙来到高雄，分享2条音乐，互大家欣赏。我喜欢这个所在，才是我的厝，是我的家。身躯有慢车力，但灵魂就印着起。爱自由的飞，不久鸟仔嘛记得，鸟我收伫地。世界的风咧吹，总是吹我袂振动。犹原徛伫遮，骄傲的双脚踏着地。永远记着阮阿爸甲我讲的话，人会使散车，袂使无志气。高雄的大大细细囡仔是会记得，大庇护的球场雷公甲蓝鸟，白洞甲加油棒徛的女向也去双手。附近的风景无啥想要讲济，毕竟逐个月我拢爱走去中街。身体无啥好，行甲好好拢会跋倒。迄阵对这个城市零捌也搁真少，目睭1年，迄阵竟然已经2只。阿公笑咧讲，较早这片大楼搁是甘蔗。这是高雄，嘛是大家，是高雄是阮家。这是高雄，嘛是大家，我爱你，我爱你。这是高雄，嘛是大家，是高雄是阮家。这是高雄，嘛是大家，我爱你，我爱你。大汉了，真侪代志无搁这呢单纯，有疼你的，同款嘛有讨厌你的。有人帮忙协助，斗相共斗牵绳；有人袂下倒单来攻击来批评。高雄搁是高雄嘛，这片土地敢有改变？老厝甲田敢有相共？我毋知呢。工业甲艺术对一项做较好，你看着大家牺牲的，也是建设的效果。较早我骂，但即马我鼓励，看过太多，了解但莫讲话，拢会影响城市百姓土地，确实有歹，毋过优点嘛足多足多。人无完美，善人拍鼓。拢会接了甲小天，证明大家拢做伙。高雄的骄傲，不敢若是我娘娘，所有兄弟姊妹斗阵甲高雄惜命命。这是高雄嘛是大家，是高雄是阮家。这是高雄嘛是大家，我爱你，我爱你。这是高雄嘛是大家，是高雄是阮家。这是高雄嘛是大家。高雄嘛是塔口，是高雄是阮家，这是高雄嘛是塔口，我爱你，我爱你，
刘平安伊想要 K2 的 EAK 课校，若单位要较亲切，你会使呼我乖，叫我乖就会使啊。我自细汉就伫高雄出世，对我读册开始耍音乐，开始写歌，到即马世界咧表演，世界来拍拼，拢是伫高雄，真欢喜，真荣幸，今仔会使参加遮重要的典礼。较早我拄仔出来咧唱歌的时阵哦，心内有真侪不服。是我拢爱走到台北去表演，我拢爱走到台北去比赛。有时迄主持人就讲咱今仔30几个选手，只有一个是对下港来的，所以即个就是高雄的代表。我听即句话听有够侪有够侪，我心内真不服。咱下港敢真正有较歹，应该是无啊。我看到真侪人才，真侪真好的所在，真侪真好的人伫遮咧努力，伫遮咧同齐咧拍拼。今仔真欢喜，咱。竟然有一个南部的中心是公司，有一个遮重要的南部的中心，这是看到有遮好的建设，看到有遮侪兄弟为着咱高雄，甲咱疼惜，甲咱支持，甲咱応援，我真正非常的感动。接下来，佮唱一首歌，甲大家分享。这条歌咧，就是去年我嘛真荣幸到咱总统的就任典礼，馆顶来表演的一条台语的 rap， 台语的念歌，做我知影我会使。毋过为着今仔遮重要的典礼吼，阮留啊甲调整几寡代数，甲改几寡代数，为着要来庆祝，要来恭喜咱公司伫高雄的南部中心。我知影我会使。One。K to the E。Yes sir。我是台湾的囡仔，我是高雄的囝。我的网朋友听着拢讲影无影，坐唔好，读规工咧想空想芳，微微啊笑向伊点头，我悠远咧写，失败的跋倒拢有我遐也无啥，了解一切拢是过程，时间也搁早，还袂死就无算输，人袂使无胆，你会使将我抬是但是。我叫我，大脚保持礼貌，那就大时间啊起笑。心内压力提醒，我爱赶紧走。会使流，目屎会使，你起来吼。大兄叫你放弃，拢莫甲信斗。坚持你的路，坚持每一步，坚持向前行，不管顺利就好。坚持你的路，坚持每一步，坚持向前行。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南部北部拢有公司台语台，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为文化甲产业拍拼，咱做伙来。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南部中心的新闻屏是正港袂歹。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在地的声音，在地生产的新闻来。看你无，怀疑你的理想。其实你爱佚佗，不知安怎去讲。继续点啊做迄批卡一徛就是3档5档1档到底写我的只有365天，一点名领领，有啥物通好，惊唱好每一条歌，就算无人咧听，若是无人相信你，至少你爱相信自己。别人怀疑毋免计较，你知影啥是事实，事实就是伫上歹的环境，你共环境甲较正，事实是你早晚一定会成功，因为你较拼。人咧困的时阵，你为着理想咧思考，无烦恼，趁无钱，烦恼一段，看到一句好。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南部北部拢有公司台语台，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为文化甲产业拍拼，咱做伙来。我知影我会使，我知影我会使，南部中心的新闻屏是正港袂歹。我知影你会使，我知影你会使，在地的声音，在地生产的新闻来。真感谢大家今仔来参与这重要的典礼，希望今仔一切拢会使顺利，嘛祝大家健康平安，谢谢。感谢，非常感谢咱歌的带来精彩表演，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今日主持人嘉豪。
哇，感谢您热情呼啊声。啊，其实啊，咱拢知影讲吼，咱的这个现主是咧，咱较大的这个土地就是咱的高雄市立图书馆的总馆，也咱的公共集团的南部中心呢，就设伫咧遮。连遮呢，咱有遮的真侪好处，边像咱的诚益酒店、咱的仁宝啊，咱图书馆，甚至是台湾人寿，真做咱的好处边，今仔有机会共同来见证着咱的台湾媒体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也会当讲是咱台语这条路内面的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咱的南部新闻直播的一个启动仪式咯。也其实咧，咱拢知影讲吼，自古早以来啊，媒体一直拢是重北轻南。不离过呢，在今仔日咱要来做伙来改写着无共款的历史咯。咱拢知影讲吼，在咱的南部地区，咱的台南、高雄、屏东等所在，咱的南部地区呢有真侪丰富的文化资源，所以呢，咱如果呢将这个媒体放在南部，会当将咱南部地区咱这优势资源等等呢，会当透过媒体传播到每一个角时期，互所有人了解到咱台湾无共款的所在。也咱公共集团的南部中心在2023年6月设立了后呢，咱台语台呢在这个所在永远是真拍拼、真把势啊，做真侪呢探索台湾在地节目，亲像文化类的有公营倒转来 Plus， 也有文化小棒伴，也有这个文学内容的这个文学跳慢步，甚至是咧探讨这公民相关议题、公民咱的新闻，也有咱的新闻家己所制作的新闻看南风等等。所以咱呢，其实咧为着要制作吼，这个新闻、这个节目呢，所以当讲是开真侪心神。所以在咱的南部中心啊，也特别设立着这副控的系统，甚至是这个无带坏系统加引进。其中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媒体所来到咱的南部中心，咱的高雄登来做了后呢，事实上呢，有真侪在他乡外里拍拼这个少年辈，拢会当登来到高雄，为家己的在地拍拼咯，的破声一定要甲吹落去。啊，当然啊，咱拢知影讲吼，一个人行是行真紧。不过一群人做伙行，会当行真久长，所以呢，今仔日南部中心呢，会当来启动这新闻直播的这个部分呢，需要有真侪这贵宾长官甲咱斗相共，所以咱呢由我呢来为大家一一来介绍。头起先要来介绍的咱若顺讲吼，念到你的名的时阵呢，会当麻烦咱的长官吼，是不是会当徛起来？下一只手，互咱的在座各位大家互相熟悉一下。头起先要来欢迎，就是咱的高雄市咱的副市长李怀仁副市长，欢迎。所要介绍的，就是咱的高雄市新闻局的局长杭斌何局长，欢迎。所要介绍的是咱的高雄市的文化局副局长，咱的简嘉伦副局长，欢迎。所要介绍的是咱的屏东参议代表黄耀国代表，欢迎。台南歹势，台南参议代表咱的黄耀国代表，歹势吼。所要介绍的就是咱的屏东县传播开国际事务处副处长郑正英，咱的副处长，欢迎。所要介绍的是咱的公共集团的公共电视，咱的总经理徐秋华总经理，欢迎。所要介绍的是咱的公司台语台，咱的台长卢东喜台长，欢迎。所要介绍的是咱的华视总经理特别助理张正特助，欢迎。所要介绍的是咱的台语台咨议委员会，咱有真侪委员来到现场，要来欢迎咱的调集人，咱的廖家典委员，也有咱的副调集人罗港芬委员，也有咱的王昭华老师，也有咱的柯慧英老师，拢是咱的委员，真感谢吼，甲阮顶正案，也甲阮正斗相共啦吼。也搁再来呢，要来欢迎就是咱的台语台节目开新闻自律委员会，也是咱的城大台文系教授兼咱的系主任，咱的陈丽君教授，欢迎。所来介绍的就是咱的副议长，咱的特别助理，咱的副议长周俊杰的特别助理，咱的周立斌、周迪周，欢迎。也到咱的立法委员张嘉宾服务团队的主任
贾建宏，咱的贾主任欢迎。也搁要来介绍，就是咱的立法委员罗瑞良服务处的执行长，咱的陈文仁执行长欢迎。也搁咱的立法委员李坤德服务处的执行长，詹千俊，咱的詹千俊，咱的詹执行长欢迎。搁再来由我介绍，要来欢迎咱的贵宾，也就是咱的高雄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李金勇，咱的馆长欢迎。搁再来要介绍的，就是咱的台湾人寿公关部的副总经理孙继然，咱的孙副总欢迎。也搁再来要来介绍的，就是咱的好厝边，咱的诚益酒店，咱的董事长戴淑玲，咱的戴董事长。搁再来要来欢迎的，就是咱的高雄广播电台台长王永良台长，欢迎。所要来欢迎的，就是咱的民视新媒体事业群副总经理王宗宏，咱的王副总，欢迎。所要来介绍的，就是咱的信杰卫视董事长，咱的纪朴文董事长，欢迎。其实，在今仔日现场有真侪贵宾、真侪长官来到现场，因拢较客气吼，拢无需要来甲因特别介绍。若阵有绕高部分呢，也请恁多多海涵。咱头拄则讲过吼，一个人行真紧，不过一群人是行了真远。今仔日呢，公共集团的南部中心要来讲这南部新闻特别启动仪式。其实事实上是开真侪人的心神。现此时呢，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一段影片。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12日公司台语台。台语台成立当初是就设定讲，除了是多元发展以外，希望当媒体会当南北。伫台语台创建了第3档，阮就开始开个南部中心，希望伫南部有一个摄影棚，还有节目棚，会当互南部的人来做重视这个节目的制作。是新闻的建造，真大一步啦！因为媒体算是足强势的力量，台语嘛总算等到一天啊，就是希望台语会当透过这个媒介，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包含我要收大，也搁有收这个新闻的稿，拢还搁有真侪需要克服的这个难关，对阮来讲算是一个挑战嘛，算是一款成就感啦。其实我感觉新闻会当对南部拍信号安尼播送出去，其实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咱要播送出去咧，咱会当互全国观众，还是讲咱全世界的观众，互人看到讲咱高雄的进步，咱南部地区的进步，即互咱的在地的声音会当传播到全世界去。咱总算会当对南部的观点来出发。我希望讲南部中心也在伫南部会当有记到一个意见领袖，伊的理念会当伫咱台语台放上，这是我对未来上期待。有一句话讲，用心就是专业，我是安尼相信。咱的高雄会当讲是我人生当中上界正确决定、上界成功的决定。正式要伫咧南部来无限时间的直接放送出去咯，这也代表着咱其实呢，唔拿将这个资源放到南部以外，更加代表着咱在地这个声音、在地文化，会当透过媒体传送到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色。
咱拢知影讲吼，慢长久老是平地起，大声爱做拍地基。咱虽然做人有较故意，毋过老老实实有十足的准备，咱就毋免投机。头先讲到吼，其实有真侪长官，咱这贵宾甲咱斗相共。现此时呢，我要来邀请的就是咱的公共电视咱的总经理，咱的徐秋华总经理，甲咱讲几句话，欢迎咱的总经理。高雄市李副市长、向局长，还有高雄市政府的同仁们，还有就是我们资议委员廖召集人，还有我们卢副召集人，以及我们资议委员会的各个老师，今嘛真感谢你来到现场我的台语无啥好啦，但是还是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就知道我每次讲台语咧，大家就笑嗨嗨因为真好笑啦那我还是要多多练习，拢看咱台语台来练习那其实呢很不容易的是这个我们从2019年台语台成立之后，其实台语台一直希望就是在台湾各地把多元的文化透过台语来发声，然后不要再只有北部观点，所以从做节目开始就做了非常多台湾各地文化的一些节目。然后后来呢，也是主要是高雄市政府的协助，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场地，包括高雄市的总图谢谢馆长今天也在，然后还有就是人保的这个大楼的办公空间，所以我们才有了一个新闻棚、一个节目棚，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才能在南部中心来开始做节目。那一开始呢，都不是 live 的就是录影的然后往后再播。但是越来越发现，其实我们虽然有早起新闻、中岛新闻，但是都不是在南部直播，我们觉得有点可惜。那终于在今年我们克服了种种技术的困难，把这2节新闻搬到高雄来直播。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其实台语台在南至中心开始成立之后，也不断在南部做很多的教育训练跟学校的建教合作，那就是希望说，南部的人才能够在南部工作，不一定要到北漂到北部才有工作可以做。所以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节目、更多的 live 在南部制作，也希望各位再给我们支持跟指教。那今天呢，首先谢谢台语台努力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来完成这件事，那也希望今后的直播也一切顺利，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总经理甲咱勉励。接来邀请的就是咱的长官，咱的高雄市副市长李怀仁，咱的副市长甲咱讲几句话，欢迎。咱的总经理、咱台长、咱各位老师、各位先辈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应该今麦算中昼要午安，大家午安，大家好。若讲实话，我的台语可能甲总经理差不多啦因为我是一个外省家庭大汉的囡仔我为细汉到即麦大部分时间拢伫台北市读册，所以我的台语无啥好，请大家小可见谅今日真欢喜，拄主持人讲的真多我感觉一句话最好听，一个人有法度行出去的，一顶人有法度行长久。台语台伫遮先爱感谢咱公司为2023年来肯来愿意甲所有的资源、所有的人才开始来肯来高雄，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开始，后壁即马今仔日是另外更较重要的第二步。新闻伫咱遮来制作，伫遮来 live， 这为什么遮重要？因为就亲像拄仔总经理讲的，有即步，咱南部的声音、南部的故事，会使为南部来开始讲。咱南部的人才、南部的学生，会在伫咱南部遮开始学习。所以这对南部，特别是对高雄、甲阮做伙台南、甲阮做伙屏东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代志。这嘛是国家支持公司正重要的价值，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感谢各位贵宾朋友的支持。
我想高雄市政府会全力来支持这个台语台伫遮的节目的新闻，所以咱今日不管是新闻局、文化局拢来。下摆有需要高雄市政府任何斗相共的所在，咱绝对来全力支持。高雄市政府咱嘛是真重视咱台语的教育，所以今年9月开始，全国第一个台语的实验校、国民学校，实验学校，伫咱板岭国小，伫咱全台湾第一间，开始招收学生。小学生的第一个礼拜我就去看过真感动。虽然我唔是台语人，但是我看了嘛真感动。老师伫遐教册嘛特别辛苦，因为要有2项老师，一个是台语的老师，一个是学科的老师。我看了老师拢接得进，所以这题外话就是甲大家讲，高雄市政府对台语的教育，我是真正咧支持，嘛请大家继续甲阮斗相共。祝福今日大家身体健康，所有活动顺利成功。好，感谢，谢谢。多谢，请咱的副市长刘波，请咱副市长刘波，咱煞要来进行今仔上届的启动仪式，邀请咱的新闻局长、咱的行局长，也个咱的文化局的副局长、咱的干副局长，也个咱的公司的市总经理，也个咱的台语台、咱的卢台长，也个咱的台语台主席委员调集人，咱的廖委员。还有咱的陈丽君教授，还有咱的图书馆的李馆长，咱做回来进行今仔日的启动仪式。也咱请咱的贵宾呢，咱这咱这的礼声的引导大家安怎来拜也要来照恁的一支手啦双手咱一人先照一边就好来照恁的双手呢，来放在咱的荧幕顶头，互咱的代表呢，咱的力量咱各方的力量做伙来甲伊连接起来，也代表讲咱从这个大门来解杀过时阵，也代表着咱的资源、媒体资源、新闻资源，拢来到咱的南部地区，会当零时差传播到每一个角势。咱是毋是会当先看向头前，咱互迄个点名书咱先翕一个相互因做伙先翕一个相。好来，先比一个赞好。OK， 好来，咱台顶的贵宾呢，借用恁双手甲阮扶一个荧幕顶头。这要代表着咱的做伙来见证着咱的影视产业伫咧高雄发光发展。咱贵宾准备好势啊吼，要来倒打时间3秒，3、2、1，请启动。恭喜台语台南部新闻直播正式启动。这若是形式上的刷到南部，更加是观点多元展开。互咱做伙来看咱南部力量，听在地的声音。咱邀请咱所有这贵宾呢，咱做伙来进行呢最后的做伙翕相。来邀请咱台顶的这贵宾呢，是不是咱会当徛做一排咱的小姐会来甲咱引导咱徛做一排。也阮的手头呢有一个。纸牌纸牌要麻烦恁来摕一个咱请咱的台顶的贵宾呢，咱先向看头前，看头前，来较笑的，较笑挂来，这是咱台湾历史上、媒体历史上、新闻历史上，甚至是台语历史上非常重要一个时刻，咱请看中。好，搁再来，咱看恁的倒手边，恁的倒手边，来恁的倒手边，搁再来，好，看恁的正手边这边，好，来，咱现场的媒体朋友有要搁补镜头的无？有无？好，来乖来做伙来咱今仔日的咱的。歌手，咱的歌，咱的高雄在地囡仔，咱麻烦咱的所有贵宾，咱搁再看向头前。好，非常感谢咱今仔日南部新闻启
启动仪式圆满成功，非常多谢，也感谢咱的长官贵宾莅临到咱的现场，咱做伙来见证着咱台湾影视多元的历史篇章。也在今仔日呢，现主席呢要提醒咱各位吼。那准讲呢恁有赛车来的吼，车停伫咧地下3楼吼，伫咧纳钱的所在，伫咧纳钱机器边啊吼，阮拢有工作人员会当替恁服务吼，来甲这个钱抵消吼，会当甲伊抵掉。另外呢要离开的时阵呢，在恁的面对舞台的倒手边。面对舞台的倒手边吼，阮遮拢有准备餐点要互恁赶倒转去，麻烦呢一定爱会记得摕转去哦。再次多多感谢，咱再会。